第一組係一個復古頸鏈，第二組係一個純銀嘅手鐲，最後係第三組係一組神諭卡，大家揀一下啦。Hello， 呢度係第一組，睇下你同你嘅正緣嘅年齡差，然之後我哋先睇一個能量對應啊。首先一組我感覺你哋應該係屬於塊面比較圓嘅，即係唔屬於嗰種面比較瘦嘅類型啊，可能塊面上面會比較多肉啦，比較圓潤啦，不過皮膚係唔錯嘅，可能會覺得自己兩塊面會有啲唔對稱。包括呢一組係會有人覺得自己好似有啲駝背嘅，或者係頸椎有啲問題，包括頸嘅前傾啦，或者係有啲頸椎病啦呢種情況。呢一組我仲有感應到一啲學業上邊嘅焦慮啊，有人喺度備考嘅，仲有一部分人可能最近因為比較焦慮，食咗好多嘢啊，或者係厭食。一係咧就係比較極端咁去食嘢，一係咧就係比較厭食嘅狀態。呢一組仲會有一部分人係從事一啲理工科嘅專業，但係咧又對啲文學啊、藝術啊好情有獨鍾嘅。呢一組會中意啲比較小眾嘅事物，可能係啲小眾嘅樂隊啦，或者係啲小眾嘅文化風景啊，或者地方咁樣嘅。OK， 以上咧就係信息對應部分。我啱又有 feel 到一啲火象同埋水象嘅能量，主要係白羊、雙魚、獅子、巨蟹，對應一下你哋嘅日月星。然後我哋進入主題啊，你同你正緣嘅年齡差，呢一組啊有啲極端啊，即係可能會大你哋10歲左右，或者係細你哋10歲左右，你哋之間嘅年齡差係比較大嘅。如果你哋係中意啲年紀比較大嘅人，可能真係會大你7到10歲。如果你哋係中意啲年下嘅話，可能真係會細你哋7到10歲。可能如果一組啊有二婚嘅情況啊，即係人生中如果有2段婚姻嘅話，第2段婚姻可能係一個細你哋好多嘅人，細5歲以上嘅一個人。呢一組你同你哋嘅正緣年齡差係比較大噶。然之後仲有一部分能量顯示呢，就係你哋唔單止年齡差會比較大，喺某些方面上面嘅差異都係比較大嘅。你哋之間嘅相遇應該會喺你哋壓力比較大或者係比較忙嘅一個時間，對方嘅出現呢，佢會有一種救贖嘅咁樣能量，可能會俾你好多幫助，或者係喺嗰個階段佢嘅出現係會對你有一定嘅安撫作用嘅。OK， 以上呢就係第一組嘅全部信息啦。如果需要1 V1嘅幫助呢，可以單獨聯繫我。Hello， 呢度係第二組。今次占卜呢，就睇下你哋同正緣嘅年齡差。首先我哋先嚟睇一個信息對應。呢一組會睇到好多水象嘅能量，雙魚、天蠍、巨蟹，仲會有啲風象嘅能量，水瓶、天秤，對應一下你哋星盤嘅情況。呢一組最近可能會聽到好多噪音，或者係一啲裝修嘅聲音，或者係啲小朋友嘅噪音，會有對於噪音比較煩躁嘅時候。呢一組我感覺係屬於天生比較悲觀嘅類型，可能你哋嘅最近嘅生活啊，都係比較起伏不定嘅，
可能最近都係一個轉接期啦，或者係啱啱畢業，或者係準備換工作嘅階段。仲有人最近應該係會有去一啲寺廟，有去拜神，會睇到一啲同廟相關嘅能量啦。另外呢一組最近可能會有睇一啲演出、演唱會，可能會有去一啲人多嘅場合，或者係屋企有人結婚啦，或者係參加咗一啲婚禮啦，朋友啊、親戚啊，一啲比較重大嘅慶典活動啦，反正係人比較多，然之後噪音比較強嘅一個地方吓。最後呢，你哋喺睇呢個視頻嘅時候，或者係聽呢個視頻嘅時候，可能係一個好懶嘅狀態啊，半瞓住啦，或者係靠住啲咩地方啦，點舒服就點嚟啦，反正就係你哋嘅姿勢或者係你哋依家嘅狀態應該係好放鬆嘅。可能一部分人係着住睡衣，然之後攤喺間床度喺度睇呢個視頻嘅。OK， 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嘅部分，然之後我哋依家進入主題，睇下你同正緣嘅一個年齡差。呢一組呢，我反而係未睇到好明顯嘅年齡差嘅，你同對方應該係屬於同齡人，差距大概係1到2歲咁樣，反正絕對係唔明顯嘅，包括你哋仲好可能生日會靠得好近啦，可能差距就係1-2個月啊，甚至你哋喺同一個月份出世啊，咁樣都係有可能嘅。但係呢，對方雖然話同你哋年齡非常之相近啦，但係對方嘅心理上面嘅年齡會比你哋大好多。用粵語嚟講呢，就係比較老成，用普通話嚟講呢，就係比較成熟。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。你同對方相遇嘅時候呢，應該會喺一個人生嘅轉折點，譬如話搬家嘅一個時間點啦，或者係換工作嘅一個時間點，反正係一個階段嘅轉變嘅一個時候。OK， 以上呢就係呢一組嘅全部信息啦。如果需要1v1嘅幫助，可以單獨聯繫我。Hello， 呢度係第3組，我哋今次占卜嘅主題呢，就睇下你同你嘅正緣嘅年齡差，然之後我哋先嚟一個能量對應啊。首先我有 feel 到呢一組最近可能會有一啲醫療嘅需求，可能會有去醫院啦，或者係去藥店啦，包括呢一組我會睇到一啲嚟月經嘅能量，可能你哋最近睇呢個視頻嘅呢幾日，附近呢幾日啊，係你哋嘅大姨媽嘅時間啦。包括有人最近可能都會比較容易有啲頭痛啊，或者係唔太舒服嘅一個情況啊。另外呢，呢一組我會睇到一啲藝術或者係好文藝嘅能量，你哋可能會有學某一種樂器啊，識彈鋼琴啊，或者係識唱歌、識跳舞啊，反正有一個屬於自己學得比較長時間嘅特長。呢一組會有啲運氣啊，最近會有打麻雀贏咗啊，或者係手氣唔錯嘅情況，包括刮彩票，手氣都唔錯嘅。呢一組可能最近嘅運氣係 OK 嘅。另外呢，你哋最近可能會有啲喺工作或者係事業上邊嘅其他目標，譬如話開啟一啲副業啊，或者係自己會有啲其他嘅諗法。最近可能係一個思維上比較活躍嘅時間。呢一組我仲會感應到你哋手機可能會有好多風景嘅圖片，可能唔會好中意自拍，但係呢手機會有好多拍風景嘅圖片啦，或者係拍一啲月亮啊、太陽啊，同大自然相關嘅嘢。另外呢，睇呢組嘅你哋可能最近喺飲食上邊都會有啲轉變，譬如話以前係中意飲奶茶嘅，近排可能就中意飲果茶。另外你哋所在嘅地方可能係一個比較濕嘅地方，可能最近有落水啦，或者係比較潮濕啦。有睇到啲好濕潤嘅能量。呢一組嘅人
可能會住喺沿海嘅地方，或者係國家嘅東部嘅地方。OK， 以上呢就係信息對應嘅部分。然之後我哋依家睇下我哋嘅主題，你同正緣嘅年齡差。呢一組嘅年齡差係比較正常嘅，大概係2到3歲左右。對方比你哋大2到3歲嘅可能性係更加大嘅，更加容易揾到一個比你哋更加成熟或者係年齡上比較大嘅人，但係唔會大好多，就係3歲以內啦。然之後呢一組我會睇到一啲好成熟同埋情緒好穩定嘅能量，可能對方係一個人喺精神層面上面比較強大嘅人，冇咁容易俾人影響到自己嘅情緒啊，或者係心情嗰種咯，屬於一個喺精神上邊對你有一個引領作用嘅一個人。而且呢段感情嘅開始係對方主動接近嘅，你哋可能只需要等待對方嘅追求。OK， 以上呢就係第3組嘅所有信息啦。如果需要1:1嘅幫助，可以單獨聯繫我。